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大家拢知讲，我们台湾的农产品一定会有名，甚至也有的休闲农场是用农产品做主题呢。不过，大家有听过用兰花做主题的休闲农场吗？冇错，有一个田氏花园休闲农场，佢就睇我们6地的主题。佢的主题就是兰花哦。一个农场到底底有乜嘅神奇好搞，又係好食的呢？今日啦，我哋貼有請到農場嘅主人家陳粉子哥來到現場，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哦。我哋馬上來分享佢吧，歡迎粉子哥。大家好，我是來自於屏東竹田天使花園的陳宏志。哇，粉子哥歡迎哦！哇，麻煩喺按無限嘅時間來到入片，等一下呢都麻煩，同大家紹介一下到底農場底部有乜嘅特色咯。粉子哥，按你發其實我頭都有講到，田氏花園係用蘭花做主題的一個農場。不過以前你的工作都係種蘭花嗎？不是的。按你以前的工作是在做什麼？以前還沒回來種蘭花的時候，是在台北的飯店工作。按你粉子哥，喺飯店嘅工作好啊，做乜嘅會想到回來聽說種蘭花呢？有好幾個考量啊。其實第一個考量是想，已經離開家裡有一段時間了，可以回家跟家人住在一起。這是一個原因。那另外其實也是看到了我們竹田在發展這個蘭花的這個區塊呢，它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那所以可能我會覺得說，我們在台北的這樣的工作經驗，可以把它帶回到我們的一個屏東竹田這邊來。那透過一個大家整體的一個整合的方式，把我們的蘭花給推廣到世界去，這樣子。其實粉子哥，大家講6隊嘅竹田啊，係咧生產蘭花最有名嘅地方。不過可能觀眾朋友大家都唔知講，竹田嘅蘭花到底有名到哪種程度？你可以簡單同大家紹介一下、介紹一下竹田的蘭花嗎？我們講蘭花事實上是指蘭科的開花植物，但是大家都以為是蝴蝶蘭而已。那除了蝴蝶蘭以外，像我們竹田最早期開始發展的文心蘭、萬代蘭、聖耀蘭，其實這一些在全世界目前都非常有名的。對，那只是說這一些類型的蘭花，我們都只把它發展成切花。那切花大家可能聽得不太熟悉。對，事實上就是在我們的植栽上面把花剪下來，那透過一個保鮮技術把它運送到我們的需求市場去。對，那這個是在竹田去發展出來的一個很特殊的行業。那不會去講它是行業，事實上竹田它可能本身大家自己竹田人不會覺得說，我們的蘭花多麼有名，主要是因為我們竹田這幾年透過竹田的這一個產地的行銷，我們的花其實不只來自於竹田，我們可以包含了從我們的林落啊，然後一直南到枋桑這個區塊的生產的花農都會把花集中到我們竹田來。原因是在這個地方。對，其實講我們竹田唔單像係蘭花的生產地啊，更重要的是說，現在竹田已經變成我們南部屏東一片的一個蘭花的集中中心的地點。它就是一個集散地。對。原來我們竹田很厲害呢。是。哇，你粉子哥，幾多一片的時間啦？發展一個蘭花後市民有冇想講我哋成立一個田氏花園，生產蘭花跟成立一個農場，係冇相用的兩筆事從冇？好，對，我想這個很多人會很好奇就是在於說，一般很多人做很多的生產，但是為什麼要去做到一個休閒農場呢？事實上，休閒農場我們在講一個概念，它是一個6級產業的一個整合的一個結果。那6級怎麼來的？大家可能很陌生，什麼叫6級哦？我有聽過1級、2級3級，用版就注意的6級的。對，是6級就是1級加2級加3級或者是說你把它從1級乘2級乘3級這樣子而來的對，那我可能再稍微解釋一下，1級的生產我們是所謂的簡單的，像你種稻子啊、種檸檬啊，這些都是所謂的1級生產。那2級是所謂的加工。你可能比如說種稻子，什麼叫2級？把爆米香，它就是一個2級的產品了。爆米腸用米加工之後，加工之後它就是一個2級產品。那3級呢？3級是把這樣子1級跟2級的東西，透過一個服務的方式，加入一些休閒的氛圍，讓消費者可以來體驗。這個是我們所謂的3級。對所以休閒農場我們會在竹田做這一個天使花園，事實上是會讓消費者知道，竹田的天使花園，竹田蘭花有名，那我們怎麼去體驗？
你没有透过一个休闲农场的方式，消费者是只知道竹田的兰花有名，但是 always 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到这么一块的。哦，安尼，反正个汤安尼介绍都底下讲，真是对那个兰花，对那个农场，请有一个了解，嘿，唔系从万生能路卡路种兰花。我们家本来不是务农的，我虽然生长在乡下，但是一开始父亲是职业军人。对，那职业军人他退休之后呢，想说买一块地，那不晓得种什么，但是在当时民国80几年那时候的一个社会环境，其实利息非常高。那如果生产传统的农业的话，可能连利息都付不起。所以在那时的环境，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来投入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精致型的一个农业。那在政府的鼓吹之下，我们看到了，文心兰或许是可以来发展的。对，那投入之后就觉得说，哇，这个一开始其实也没那么顺利啦。对，一开始光在文心兰生产就没那么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没有外销。那所以女社会部分，对，就光只有内销，3年就整个量过多了。对，因为市场没安胎嘛。是。那我想在当时我父亲就也意识到这样子的形态，就跟当时的农委会的一些官员来交涉，就成立了全国的这样子一个文心兰发展协会。那透过这个协会的一个的整合跟政府的一些资源的投入，我们开始把文心兰产业带向外销。对，事实上我现在也是文心兰协会的秘书长。在协助这一块。所以对兰花对你来讲，其实对原本讲无安舒，然后更加已经算係轻松的一个产业嘛，吼。是。安尼粉丝哥，其实对之前喺台北工作，几来接触种兰花到成立一个田氏花园，对你来讲，一个过程里边有发生过某个困难啊，也甚至于讲变化过太本影响过成的事情吗？有那个。我刚好是2008年那一年就回来协助家里去做这个兰花的生产。那刚好在隔年我们就遇到了88风灾啊。一过来某一球就遇到一个风灾，对，88风灾挺严重呢，真的很严重哦。尤其当时我父亲也兼任我们那边凤鸣村的村长，所以那个我们那88风灾，我们那里有一个88快速道路。就那一次的风灾，在88快速道路以南有一个东港溪，从88快速道路到东港溪，整个河畔是整片一片汪洋，全部都水，全部都看不到的。对，能路卡有速度吗？可以养用吗？可以淹？对，其实我记得淹水的时候是在大概凌晨3、4点就开始淹水。那刚好我们就开始去看园区有什么状况哦。我刚好那时候进了一批苗，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品种，我们称为叫 Honey Angel， 甜蜜天使。事实上，现在全台湾都是那个品种了。在当时是我南台湾我第一个进，所以 Honey Angel 的 Angel 其实就是天使花园的名字的由来。对，演的安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早上就父子3个人就下去抢救那一批花苗。那还好有让我们抢救一半回来这样子。某路上讲哇，第一次罕见卖出去，甚至于说还没有种好，你都引进过来都堵到一个风灾，可能全部都没，你真的就是血本无归呢吼。对。你其实头都同粉丝讲，其实个名的品种，然后哈尼恩就係文心兰的部分嘛。你能做某个董事会想到讲引进一个品种的兰花呢？其实我在种文心兰这一个过程里面呢，很明显的感受到整个气候变迁。气候变迁这个议题，有时候在我们社会的讨论里面，大家只觉得说，那只是一个大家在讨论上的一个名词当然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变迁。但事实上，对我们农民来讲，气候变迁是真的感受到了。连体力都感受到了嘛。对，你一年一年越来越不好种。对，因为尤其文心兰这一个 Honey Angel 的品种，它是来自于日本的专利。那它本身就比较适合冷凉的环境。那当我们的屏东越来越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温度的变化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们需要再去找一些更耐热的，或者说对环境的承受度更大的一个这样的品系进来，来让我们的农民有更好的收入跟风险降低这样子。对，所以就开始去引进这样子万代兰跟山摇兰的品种。嗰時候因為一個Honey Angel的品種，真有後輩人田氏花園的成立，
有一个原因提杯。讲到那边啊，田氏发现迄个休闲农场嘛，个农场的人都提讲，其实农场最重要的除了有神善之外，其还有本游客来到这边可以去玩、可以去看的部分啊。你农场底边有冇个好搞好料的呢？有冇个特色的地方？这个做休闲农场当时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就除了让消费者来这边可以看到美丽的花，然后去体验一些花束 DIY 之外，其实它是一个餐厅的一个平台。我们一直认为说，要把农产品、把乡村的美好带给客人的话，需要一个餐厅这样一个平台，把在地的农特产，把它给置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所以当消费者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在地的一些像口味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餐厅就提供有一道菜我们称为叫客家的意大利面。客家意大利面。客家的意大利面，对。那这个就是我们把一些我们的客家的红葱酥啊，这些的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个调味方法，把它融入到我们国际的一个菜色里面来。都有菜体的面是从国际的食材啦、料理的方式接用它。对。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变成说，我们在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西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风味。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推到国际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两年去的时间，唔但将可以看到讲的法，也可以吃到清好食的料理，也个料理呢，唔但将系一般的料理还系有人菜体的风味啊，甚至于讲菜体的意思的料理的地位，错冇？哇，粉子哥，人研发呀种料理啊，差唔多都会发。一类人研发嘛，还是同其他工作伙伴共下的研发。对，当然这个研发这个事情是我去做发想，把在地的元素带进来之后，一定是所有的工作伙伴一起来做这个共同研发的一个过程。谈好了地方还有更多精彩故事，等一下继续来请教粉子哥。好，没问题。观众朋友，谈到鸦片系唔系对我哋蓝发也嘅产业，从我哋田氏发现也嘅休闲农场有进一步的了解呢？等一下还有更多精彩故事，从田氏发现的特色，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前面我哋提讲，农场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係佢有生產的基礎，還有本大家提講，有個生產來休閒有行料有乜嘅好搞好料嘅，安尼我哋發現地杯到底有乜嘅特色呢？繼續來請教粉子哥咯。粉子哥，頭先有講到我哋生產的蘭花有青多嘅品種，安尼我哋農場地杯又可以去行料嘅，有哪啲東西可以去料呢？事實上，那個天使花園，如果你現在去參觀的時候，你會看到我們的不同的品種。那在農場裡面呢，現在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萬代蘭。萬代蘭呢，我們透過我們的特殊的一個栽培方法，它現在是無土栽培的，幾乎是懸吊在空中這樣子的概念。粉子哥，等一下蘭花吊在空中按你生產，佢唔係一定會種喺哪一地嗎？對，這所以我就說大家會比較壓抑的在於說，因為事實上，我們在栽培植物，它本來的元素就是陽光、空氣、水，不見得要有一個介質。對，那加上一個我們的萬代蘭，它的原生事實上是來自於熱帶雨林。那熱帶雨林那個氣候裡面，它經過幾萬年的演進，它就可以這樣裸根的方式來生長。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條件。對，萬代蘭它的顏色很特別。我們又稱為它的品種，在台灣稱為叫藍寶石。對，因為它有一個非常璀璨的一個帶於紫色跟藍色中間這樣子一個顏色。那為什麼特別要去把這個顏色去講一下？是在於，因為我們傳統大家看到的有一個蝴蝶蘭，它原生裡面沒有藍色的 DNA。沒藍色，對，沒有藍色。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市面色顏色的時候，會忽略掉，它怎麼都沒有藍色？事實上它就缺乏這個 DNA。所以不管你在育種上，除非你用現在的生物技術去把 DNA 做轉殖，不然你會看不到這樣的顏色。那萬代蘭它就有辦法彌補這樣的一個缺口，所以當初我們會引進這一個萬代蘭，其實主要是發現它在世界上的一個花卉供應裡面，它就少了這一個藍色的花卉的一個供應，所以我們才把這個花引進進來。
古时候有个万推兰给特殊的地方，就会给它个色色，给它颜色是最特别的。对，还有嘞有还其他呢？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就是我们这几年非常夯的一个叫那个我们的曼谷美人，Bangkok Beauty 这一个区块。那这个其实是在我在各国在寻找新品种，本来是找万代兰的新品种的过程里面，无意间给发现的。对，用马公。它有一个很鲜红色这样子的一个颜色，其实非常符合我们在这个东方世界，他喜欢红色喜气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加上它的那个花瓣上的一个绒布的质感。那一般我们会觉得绒布是一个比较好质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现在这一支花呢，在整个我们的所谓的叫华人的农历新年的这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所以变成从文心兰、万代兰到圣药兰，现在这3支花也是我们竹田目前在台湾的地区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的一个聚落了。按你文子讲，要3种兰花底部呀，具有人讲的产季的差别吗？我想你问到重点了。对，当初会去引这一个万代跟圣药进来。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来讲，文心兰的产期，它大概因为它比较需要2人一点，所以反而在它的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在屏东是很不利生产的。它的产花的品质不好，也容易得病，所以变成在那一段期间，我发觉农民的收入就比较低。那我就一直想说，那总不行，1年12个月里面那几个月老师都没有收入，所以我想要透过一个新品种的演进，让农民在那几个月也开始有不一样的收入，可以交替。对，可以交替因为这2支花都相对比较耐热，所以它在夏天的表现就会比好过文心兰。所以我们整体的策略布局是这样来的。如果热天的时间，特别有嘅像頭先講嘅曼谷美人啊，嗰那一年咧，熱帶型的蘭花啊，其實嗰涼嘅時間，如有文心蘭基礎嘅部分，用嘅可以嚟交替。按你嚟講，其實按你涼跟熱交替冇相用生產嘅環境條件也不一樣，冇相用，其實不一樣。用板去照顧，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我们在不同的，比如说这个园子可能专门生产文心兰，这个园子可能专门生产万代兰，所以它里面还是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个栽培的技巧是不同的。按你个好凉的个兰花，係咪可以本地吹冷氣啊？给它吹冷气吗？冷气是这样子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兰科，它按照它的原生环境，我们把它分成所谓的叫高温兰、中温兰跟低温兰。对，那一般大家会觉得吹冷气那一块是以蝴蝶兰的概念来的，因为蝴蝶兰在大部分的品种是比较偏在中温兰，所以变成你太高温的时候要帮它降温，太低温的时候要帮它升温，所以会这样来。但是以屏东的季节来讲，我们的坦白讲，一般的小农他没有办法负担那么高的一个温室的一个设施的投入，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引进这些品种是不需要在温室生产的。对，这其实很原始的缘由是这样来的。其实我会按人问其实喺伊咧问起来讲，我们平常时除了买个你看头头讲的切花的那个花回去之外，其实大家会买个一盆一盆的兰花这个归去种。假设讲买到有个兰花，然后归去用的照顾才会让它的花期比较长。所以有位人讲有个兰花种唔好，就是因为没有给它吹冷气，嘿没按呢。事实上是这样讲，为什么我刚才又讲了一次高温、中温、低温兰的这样的概念，是在于说，很多消费者大家买了花回家就觉得我都种不好。事实上是因为你买的那种花不适合你们家的环境。对，比如说像以蝴蝶兰来讲，蝴蝶兰如果在夏季的时候，你让它在外面淋雨，它很快就容易得病，就再见了这样子。对，如果说你有一个遮雨的环境来种蝴蝶兰，可能相对那个风险几率还会低一点。按你第一最基本的部分，最基础的条件讲，我提供买兰花还那种品种，还适合比较哪一种的温度我贴配讲起讲，一个好的环境个通风，莫暗湿，个小暖的时间稍微给它用室内比较阴凉的地方，按呢这样可以顾的总唔得像其他的植物而讲它很耐热或什么，如果你不用炖的唔顾。所以大家讲说，兰花糖相对比较娇贵是这样子。事实上是讲你要去注意它在每一种不同的品种，在特别季节里面，你要特别去
去照顾它。啊，那个第二，除了那个部分，咱可以打电话听人跟农村地方问，反正你们专门神山的人的专家嘛，怎么有啦，有很多人咨询，很多人打电话来问这一个区块，倒是真的。啊，你提到有讲到中南法啊，甚至于讲有迷失的部分啊，其实迷失是大家最有兴趣。除了提到讲的意大利面子讲的啊，迄种人嘅农村的地方嘅传统，然后有某个体配的部分，体配的迷失，可以是得到呢。事实上是这样，因为我们做了休闲农场之后，餐饮这个区块还是很重要。那像我们平常来讲，还蛮多一些会议团体会去我们那边去做这样的整日的一个活动。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目前整个农场在对外面比较知名的，反正是我们的户外婚礼的这个区块。农杯结婚呢，像人家欧洲嗰种嘅庭园嘅婚礼吗？你能够用办去做一个婚礼的部分。对，我想当初会去做这一块哦，其实也是为了希望把花卉的价值提升。对，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讲，大家会愿意把花卉的一个预算拉高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结婚的这样子一个庆典上面。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它做一个更好的呈现跟结合。那在婚礼的部分，尤其像现在有一些疫情的议题哦，那我们反而是走户外婚礼，所谓的像美式婚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把一些餐啊跟我们的一个景色搭配在一起，所以有很多客人来我们这边会选用我们所谓的湖畔的自助餐的模式来进行婚宴的一个举办这样子。安尼粉丝讲，人个延期，人农村地方啊，到底有哪条的设备设施可以从大家先简单了解一下？因为外头都有谈讲，又有文字，刚刚又有讲湖畔，又有水，到底地方有哪条的东西呢？这个事实上当初我们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最早期哦，这一块地就我2012年才买的地。那当初这一块地是一个水田。一个田，它是一个我们种稻子的一个水田。师傅的田。那大家如果知道我们屏东竹田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往东边看过去是我们屏东很重要的一个大武山。那我很喜欢每次在早上的时候呢，那个大武山日出刚出来，水田倒映的这个样子。所以当初我在做整个休闲农场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把这一个美景留在我们的整个园区里面，所以我就造了一个水池在那里。那希望呢，有一个跟花卉相关的一个浪漫的这样的氛围，我们就做一个类似教堂的这样的一个餐厅。整个场景下来，其实就也有小山丘，然后也有教堂，然后又有水池。安尼谈好了，轻浪漫的，假使讲摕个结婚的话，哇，人家新人新郎新娘摕个时间，一个草皮啊，还不又有太湖山，又有水，哇，真是贵江呢，真是。讲伊来有限但是你能够了的时间要好好的看一下你能够环境地位，哇！你能够教堂啊，有某个特色，堂公还有特别设计过哦。是，当初在做这个教堂的时候是这样子，在于说，第一个，我们总是希望一个休闲农场，它会有一个比较具有意义的一个建筑物。那当初这个教堂的，我第一个理念是，它其实是绿建筑。因为教堂上面是尖的，所以可以让热空气自然在上面。那我冷却只要冷却下面这一个空间就好了。这样在我们的冷气的效率上是比较好的。对。那另外这个尖的建筑呢，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个高8尺半的8公尺半的一个落地窗。那我们希望这个落地窗跟我们竹田有些连接。所以竹田我就把那个竹田的这个竹的意象融入到这一个落地窗里面来。所以如果你在里面看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排一排的落地窗，就像侧看成竹，然后竹子的结尾朝上，节节高升，生生不息。哇，粉子哥，安尼谈好来真是很贵用心也贵神奇的设计呢。是。观众朋友，谈到一片，喜唔喜想夹落去农村地位聊聊一下呢？唔怕，个慢一些，我们继续先来谈粉子哥来分享哦。休息下，更多精彩故事，我哋马上过来。前面谈的粉子狗的时候，哇，原来农村不单单有好吃的料理同讲的法，甚至于讲到可以来办户外结婚典礼呢。
安尼农村地方还有乜嘅精彩活动呢？继续来请教一下粉子哥咯。粉子哥，头头有讲到嘅户外嘅结婚典礼嘛，安尼有多年才嘅办过结婚典礼啊？有，我想我们这几年来也办过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一个婚礼哦。对，像我记得有一场，光那一场就来了20几个国家的人。哇！等一下啦，你是哪个国家？某同样国家的人，不同国家的都在这里。对，不同国家的。哇，就小型的联合国的馆里面呢。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当初想要去做这样子一个活动的目的。透过这个方式，很多的人就知道屏东竹田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会想到找到你们？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本来做户外婚礼，它就很 freestyle，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场婚礼都是客制化的，就针对新人他的需求去帮他做规划设计。从前面的证婚到可能一些 candy bar 的餐饮的设计，到整个宴会当场的他需要的菜色，还有他进场的这些东西，都是整个一连串的一个客制化设计。这个是跟我们一般在你吃喜宴的时候的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哇，等于讲，可能有要结婚的人，一群人都可以对头兜面全部都饱盘翩翩，就很方便，一条龙的设计。对。哇，你除了头头go提配的是说像小型联合国的亚个馆里面新人到你们那边举办，还有其他令你比较英雄归姊妹吗？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办过一场，我们称为叫金婚。对，有一次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走进来，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国泰的空姐。对，那因为他们家就3个女生，她跟我讲说，她想要帮她爸爸妈妈再举办一次婚礼。对啊，那一次其实是我们互相彼此都很感动，想要去办这件事情，就是在于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忘记了，现在台湾的社会好像过得还不错，但事实上，现在的这一群爸爸妈妈，就是70、80岁的这一群人，他们当时的社会是结婚，大家都是很草率的就办过了，就够简单，可能一个仪式就办过去了，对，就很简单。所以现在的子女就希望说，可以帮爸爸妈妈再办一次婚礼。所以那一场我很感动，原因是那一场他们的婚宴是60年前办的，但是他把60年前参加过婚宴还在的人就找过来，所以还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对，那找进来之后，就爸爸妈妈还是一样是穿着礼服进场。对，然后那个现场里面。因为爸爸以前是数学老师，然后他们的游戏就是爸爸出数学考题在那个投影机上，然后大家去猜、去解题，解完题送礼物给大家这样。这从来谈过一个结婚的一个方式，但有冇平庸的地方呢？用算数后的部分，真的精神机，会不会有人没有算出来？当然会有，他就是礼物就那几个嘛。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很特别的那个意义，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让子女尽一个孝心，然后也让父母亲把好朋友再次群聚回来。对，其實談到安尼都會明到講，其實結婚啊，唔係人哋好生年嘅一個權利啦，其實人哋可以幫爸爸媽媽給人回顧一下，給人以前可能冇盼到安好嘅，也順勢慶祝一下，給人一路走來對於人哋好生年嘅照顧，可以來選一個地方，幫給人一個特別的回憶嘛。是。安尼馮子哥，人嘅結婚典禮啊，除了係人嘅辦主要嘅活動之外，人嘅後面還有其他小活動可以去睇個進行嘅呀？有，因為當初做休閒農場就是很重要，是在體驗這一塊。所以像我們在花這一個區塊的話，我們就有一個一日小花農，或是我們在做一個花束 DIY。那個小花農是這樣的，我們就是會安排一些這樣子的體驗活動給幼稚園的小朋友。那基本上他們就是來的時候，我們就從田間的生產去給他們去認知。那最後的時候就可能就是帶一個那個蘭花的小苗，然後帶着他們從把小苗移成大盆的一個過程，然後之後讓他把這一個花帶回家去照顧。不過談風咧，安尼喺一般的家庭可以申請呢，也係講一定會學校的申請。我們大概是10個人以上的團體就可以申請這樣的活動。可以先打電話同你講嗎？對，打電話先預約。一到的時間之前先預約過後。建議大概還要三天之前。對。安尼佢有一日有睇嘅農場嘅地方體驗講，平常時間咧生產的蘭花給人用辦去生產，幫佢做一個了解。對，挺有意思呢。唔係青島給爸爸媽媽帶動佢哋生年嚟叫下去。蠻多人會去做這樣的配套。
哎呦，安尼新年呢，给人高诶，给人有某个反应冇啊？种染发很难哦，那个。事实上是当然他会看到说哇，原来种兰花的生产过程要那么复杂的东西，但是现场体验还是给他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移植而已啦。对啊，主要是透过这样子的环境的塑造，让他知道说兰花其实得来不易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 DIY 活动可以举办这样子。譬如讲还有哪的 DIY 活动？对，像另外一种是花束的 DIY。那花束 DIY 的话，我们就是带他去了解这些兰花的生产环境之后啊，品种不同之后，我们就带他去野采。所谓的野采的概念，其实来自于欧式花艺，就是这样来的。就是我们其实庭园之中呢，种了很多不同的。当初在那个场地在规划休闲农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客家，所以我有设计了半月池，那也把我们的客家酒香这样的植物都融入在整个农场里面的区块。啊，嗰時候今年提做嘅花束 DIY 部分，今年也會用到我們菜天我們客家嘅酒香啦，也都法術。对，所以就像我们的樹蘭，樹蘭它是很適合來做葉采，還有我們的茉莉花，有一些像我們這樣子的葉采，在庭園中，我們就帶着小朋友去剪，其實大小朋友都有啦，去剪完之後，再教他怎麼樣去做一把簡單的又漂亮的一個花束。那他就可以帶回去擺在家裡這樣子。反正個你們一個插花的一個 DIY 哦，糖紅嚟幾好呢，不過也是糖到安呢，感覺你那個成本會唔會太高啊？你們還讓人客來蘭花又有現場的個客家法術給的花材，感覺成本蠻高的呢。其實這個就是一個休閒農場要去帶給消費者體驗的一個概念。因為地產地銷嘛，你在地的生產，你就不用透過好幾層的那個包裝。對。你除了你們自家本身嘅種花之外，還提供農場其實也係有採提農產品的地位嘛？對，像這一個區塊，當初我們就一直在想，花卉他們是拿來做裝飾，但是農產品很重要的一塊還是要吃進去。所以像我們現在有一個另外重要的一個 DIY 活動，就是我們的檸檬醋的 DIY。對，因為竹田除了我們的文心蘭有名，現在另外的有名就是我們的檸檬。檸檬的部分。對，檸檬的部分，尤其這幾年我們配合政府在做一個產銷履歷，我們是全台灣第一個做產銷履歷的一個檸檬的地方。所以我們就把這樣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具有產銷履歷的一個檸檬，來教消費者做檸檬 DIY。然後它帶回去變成一個伴手禮，因為它很好玩，就是說我們做這個檸檬醋，它不是現場就可以喝，它要3個月，而不給發酵。對，然後所以讓它發酵的過程裡面，它最後做完這個活動的時候，它就在上面簽名，然後簽上日期。那回去的時候，大家就帶着一個期待回去。3個月的時候，他就會一直記得在我們這個地方做過這樣的一個活動。你嘅話其實係唔係有 DIY 活動啊？又有吃的東西，那農場有天數做一個遊程的規劃嘛，做我們的客種，尤其係竹田鄉地區。有這個事實上就可以講到，我們事實上去年觀光局也把我們列為是一個借問站的這樣的功能。所以消費者來到我們這邊的時候，他如果要了解更多其他的地方，我們在園區裡面就有這樣子的附近可以旅遊的地圖，那大家就可以去規劃像一個半日遊的行程。像我們臨近我們的農場不遠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竹田驛站，100年的竹田驛站也是大家很喜歡去的地方。你粉子哥，農場啊有食有料，你擺會唔會想要有規劃講，人家可以喺得提下的時間，有一個地方可以給人家住，因為人家可能行程大部分就是一日到那邊去遊玩嘛。那如果說時間可以更長一些，可能大家會留在那邊的效益也會更大。其實這個部分就要去講到我們現在竹田鄉公所一直在幫竹田往國際去推廣，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國際慢城的一個活動。那事實上我必須講很多的產業，我們是希望在地大家一起發展起來。對，所以像竹田車站附近，他們就開始在發展一些住的園書的單元。對，那以後就是大家可以做這樣的串聯。真是可以好好的考慮一個部分的，因為很多朋友啊，像我的朋友，今年對北部下來，今年會想講，竹田嗰邊我哋喺綠地可能有啲地方可以好好的留了，不過冇喺啲地方，今年就想講安尼一年都 pass 過去，可能都直接下地墾丁去，下地恆春那邊去，就很可惜。假使講一片可以大家好好坐下來，有啲地方可以留了留了喺度又可以喺，我覺得大家停留在一個地方的時間會過長一些，本大家可以好好的認識一個地方，錯冇？係啊，粉子哥，你嘅話。自家對喺返鄉嘅青年，
你又经营农场按久的时间啊，你对其他后生人就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假使讲机会想要回来从事农业，也还讲做农场啦，或者是返乡的工作，你这个有哪个建议吗？我还是很鼓励我们的乡下的青年习得一身武艺以后要回来回馈啊。因为当初我会回来，其实也是因为我会觉得大家都在讲南北差距，那问题是你南北差距，你南部你自己没有经营自己，你永远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回来经营自己的家乡。对。那另外一块就是说，你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其实还是要透过好好的思考，因为南部在经营上，包括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直在努力的地方是，南部本身它的消费人口比较少，对，所以你的消费频率没那么高的状况下，你要有类似北部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跟规模是比较辛苦一点的。所以在这个东西，你当它把它变成一个预先的考量的时候，你之后在规划上，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面临这样的一个先天的一个瓶颈。最重要还是讲，自家可以有咧观念，自家先去努力闯荡江湖一下，本自家好些各度运用这样过来。过来的时间又冇嘛个方向啊，再来讲，其实轨道路卡南部自己的家园这边没什么好发展，做安尼都做唔得嘛吼。对。你分子讲这个对一个未来有冇个规划同挑战的部分嘛？我还是希望说，因为我08年回来的时候，当初看好就是我们竹田这个地方可以把花卉发展到国际，所以希望未来这一个的一个信仰还是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希望未来大家想到屏东的竹田就是热带兰花的故乡，那来到屏东就会想要来竹田看一下我们的热带兰花。这样的概念来推。系啊，分子讲，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啊，不过唔底下讲可以实现嘛，我想讲梦想有一日可以听能给农村安江的地方，现在提给一安步啊，被兰花的花香包围啊，提给水高木，这样子其实也很浪漫的，谢谢。哇，观众朋友，今日呢，睇粉丝嗰个手机，哇，底下讲嘅六队其实还有青岛好高好料的地方呢，也顺晒认识讲，人哋兰花有100种嘅品种，人哋听人哋竹田系安重要嘅三样个，不过睇下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讲有一句话。你菜地你个字很用版呢，因为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菜地的产业，日本菜地的产业可以好好发展，未来呢可以行出去，行到我们国际去哦。今日请感谢我们分子哥带来安静的故事同我们分享，感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也希望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多多来我们农场走走，谢谢大家。所以了之前，先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马上来听段先生来做一下运动吧。